买一粒船桨，可能较二手，还是讲你要买一粒好落来，Ruby，迄个 Rolex 表，还是讲你要较好的物件，但是种种的这物件，委托起会去，因为家人逐工拢有国际船出入港，是顶头遐遮做小人，就会透过因会使去外国，短短的时间中间会使去买遮的宝物，就是台湾摊顶厝摊伫看。还是讲，你就是完全拢无，一定爱透过委托，才有法度找着来使用来买的钱，委托，委托，还有即种的，就所以一直会使看到就讲台湾甲海，台湾透过海安怎去有经济发展。即马搁有委托啊？即马无啦，因为即马就是是。对啊，即马拢直播的迄落啊，直接叫。所以毋过，伊迄委托啊，就变做讲会使去遐踅时就行入去，就感觉讲哦，遮就是古早有的一个所在。因为迄个气氛就完全海洋的气氛，嘛毋是就是一种海洋商业的气氛。那可能讲咱会使想象，会使想像 New York、Amsterdam。赞哦！上高飞的好吗？赞哦！非常美丽，就是定定咧落雨。阮其实去无共款的所在，其实就看到讲，因为有一寡所在人是惊雨，但是那时候人的人，荷兰这个所在，荷兰嘛是惊雨，印度人嘛惊雨，英国人嘛惊雨。对啊，人无咧惊雨，就一年通去365天，500外天拢咧落雨。你讲因咧落雨就惯死，又搁人咧伫咧海边。我感觉讲家人遐就是一种伊是一个感觉讲你想要伫咧台湾，感觉伊是台湾上超前迄个直接船的迄个船是船头。我看你安尼讲淡水的位个。先做你的船头对船头。这个台湾是只船啊。我讲的，会当晒你，会当晒啊，会当洗澡，会澡，毋是迄种随时，毋是迄种随时会沉落的船咯。最含多，刚是咧迄个，对啊，这阿无算五毛，就咱讲五毛是咱会当做五代志，所以你即个。我认为讲，是安怎？我感觉讲。伫咧2019的时间，其实我非常的关键，就是讲，恁若到2020遮来做代志，比如讲你，就是讲，安怎讲，就是讲量早准备啦，量早准备，即摆会使准备，我感觉，大家人就是面临捌着讲，身躯边其实有真侪无共款的组织，真侪无共款的组织，还是讲有真侪无共款的团体，因拢有咧做即种。去认捌台湾，搁较侪，我是透过用台湾用台语来做，你讲有过生活，还是讲用台语来使用，无共款的角度，为使用台语来去拍开，还是讲拍开，就是讲，搁较互咱的对无共款的人，对共款无共款，阮因咱无共款的即种对人群体的分类。拢搁较清楚伊台湾有法度，这我感觉这就是一步一步咧做互相明白的过程，因为互相信任，先自我信任了，别人就有法度来甲你信任，就互相信任了，就互相建立这个观念，互相建立这个观念了，伊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保障，伊是一个伫咧人的这个咱讲文明 civilization 咧发展的中间的一个。真利便嘛，真有效的一种群体甲群体中间会使合作，会更较好的一个方式。我感觉这是台湾即马应该真有利，对咱拢真有利去争取着即个位置，就是讲去争取着作为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知影要安怎好好使用台湾来为个世界服务。安尼款的国家，安尼款的所在，我就是咱着去追求。我感觉为要。向遐个头一步上简单一步，嘛会使一直做一件代志，就是去找着身躯边的组织，去加入因的组织，还是讲你有对来想入一个组织，
家己开来是一个组织是每一个人，我感觉嘛是拢会使做参与。咱即马我相信咱有咧做相款的代志，就是阮有啥物款的想法，其实就是简单直接要甲大家分享讲出来。啊，我都真紧的做讨论。因为即马咱的科技的关系，然后我都真简单真好，啊，以及大家知识的教育的程度拢非常的刁钻，拢做得就非常，一直台湾即马90几%的少年人拢是大学毕业。其实这是一个我讲 miracle， 就是讲咱会安尼。嘿啊，嘿啊，啊，毋过实在讲，因是有即个知識上的大學生，抑毋过伫咧社會上，因抑佫有真侪所在，因想要做共款的角色。很多阿前讲的，其实因为其实伫即个时代非常迄个互咱就是袂定，因为咱即摆像阿前讲的伤方便，咱一通电话，你网络、手机啊买，电脑拍开，你就会当叫是你来甲人交流。啊，我就含到讲的，你讲含到就讲家己组织。还是啥物家己创作，组织真爱去行动。对啊，但虽然说这个人看起来就恐怖的啥，就是就严肃的。组织就是身躯顶悬坐拢有诶，就是讲咱的手中间这个肉，就身躯拢有诶，拢叫组织。遮，咱的骹头脯中间的遮个筋嘛，拢有组织啦。是啊。咱的组织就是。做伙做代志的。咱会使，咱就是，咱是面对一种经验，就是讲，我一直看人，我一直看一个字，一直甲记，一直甲看，一直看，一直想，想到尾，你会看，你会知讲即个字是啥物意思。你会讲想用画面咧，摕迄个字会晓调，调。你讲啦。所以讲，嘛就是讲，你甲即两字，甲组织写落来，安尼看一分钟。讲我组织有无共款的意思，就是讲人甲人之间共款的所在，安怎合作？组织意思是合作。合作，你讲做会出来，就是像伊看电影嘛，做一件代志啊。合作去完成。对啊，合作去完成。啊，咱中间去讲，咱用台语来完成这件代志，嘛无讲介困难咯。看一场电影尔，讲实在有时要讲偌济话。你讲看电影就是上免讲话约会啊，人甲人中间约会就是招你看电影，啊就讲你要看倒一出就安尼尔，可是用台语来说就真简单。我感觉用即种代志，就会使做。你远在就是知啦，你甲加入即个效果。对啊。咱会使去较哇，安尼个效果，我感觉讲随时台湾伫咧即摆是同比如同中国对台湾影响哪来哪济时阵，咱有法度招会着，伫咧要紧的时阵找是真人。你知影因住做位，你嘛知影讲恁互相有法度信任伫倒位。伫迄当阵甲做伙，随时你当阵上赶紧的，你家己才会好做伙。所以一定袂当甲好网络登去要安怎？但是网络登去真简单，台湾的迄个海底的迄个网络线，其实真简单就炸大中啊，迄个中国大大的迄个海点。而且现实的面对面的交流，咱有真是好太济。你知影即人的眼神，你看着，啊你敢像即人敢是？第一个温度低调，啊我把你考，第二敢是考试啊，即摆是讲分数。你能看到伊规个迄个声音，迄个迄个声音，就真正是感受着，即摆是上无法度附带的一个物件。所以就是，感觉讲即个嘛应该是对遮开始做。所以就是即个离空伊叫咱就开始做。对啊，随时我相信已经有真侪人伫即几冬已经当咧做啊。对啊。所以讲即个代志其实就是真简单，你感觉你若心肝来当咧看人，心肝来感觉小可咱会使安怎讲烦恼，焦躁，然后讲啊，你安怎我有满腹的焦躁，我无所来。安尼就找一个做伙来焦躁。对，啊，就找一个人，大家较袂安尼讲，欢喜的时阵，坐做伙上，啊，客烧嘛，就讲客烧，啊，就是莫一人手伫咧厝，爱出来食我。啊，其实我咧，咱即摆做有当然我咧，咱会知我了时间做时间做。虽然讲咱的即摆经济环境讲实在是介好，所以说，当时是即个时阵，要开始新的探索，一种新的行动，也是讲新的生活过了平安稳定的种一寡方法，嘛当咧有诶方法是无一定无效，有诶方法就讲啊，即摆我去食人头，就是相邻，就是讲算即边也是苦，啊算即边也是苦，两边拢是苦的时阵，
卖蒜啊。嘿啊，咱就卖伊啊，因为咱讲知影讲是，其实讲即个社会是咱自愿参加的一个咱讲，我感觉讲一个点嘛。啊，咱就讲如果讲，你建做甲安尼无好耍，我袂愿意啊。对啊。如果啦，其实我感觉就是咱主管，其实就即简单。主管一定是做对。对，我讲一定，无啥物主管去统一的，无即种代志。简单是起点，啊，无了尾啊有真济代志爱做，爱有真济。即个代志贵大代志。无困难，咱就是爱开始做，而且嘛是爱开始干来几摆。好，安尼，你，即摆敢是大家嘛是因为是讲句话，到后一摆的正大即个选举是嘛剩时间非常的有限，一当时间，反正讲正地，包括讲旧年的年尾的时阵选举结果其实大家烦恼，嘛是有听人即个所在，大家伫咧最近政府敢若串落迄个表演，去对抗中国时阵的话题嘛是有，伊个都是感觉想要保护也是有。但即个强是到底安怎甲进一步拿落去讲，若是台湾无要去互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面做统治，是咱嘛无咧其实70几当正式去迎来到台湾即个土地变化的中华民国即个政权，恁一步到底安怎打，才会知，才会当紧去达到即个目标，伫咧后尾完全拢进行。我想着你含要讲的，就是含到你咧讲，大概欢乐是啥？欢乐歌几拜的团，其实伊无，当然因欢乐是同一吧，伊无意识着歌几拜即个物件。就是我会当看，就是当然即摆是一个剧，头前用阿姐讲，在咧讲，因即摆骹手出越来越济，就迄个歌中国。现在当前是迄个中国内底因的家己中国人拍中国人的迄个战斗，迄个拍输的人走来咱遮，甲咱遮变成中国城。迄个是咱看着好，迄阵头一摆，毋是中国民党的人来做即个台湾的统治中央，就是即摆的话，就是政府的总统时阵，头一个是来水扁。迄个阵人只足欢喜的，讲伊是台湾人的总统，对。即摆伊当然伊有伊做代志的风格，即摆就是过一摆就是国民党了后，过一摆民进党就来串联会，串贸易做代志的风格，就是咱看着讲，阿扁甲串联，就是因两个做总统的风格基本上是无共。你看，陈水扁对中国迄边就是较敢讲，就是大抗议，因就是甚至就是伫迄个时阵，互美国拢国际媒体甲报讲，敢若是 troublemaker。其实伊只是讲对待中国态度大抗议较主动，对。即摆的即个串联，其实是一直以来对伊就即摆对两八个月，其实做代志拢是非常细致。伊是一个是完全风格无共，伊一直细致，咱风格甲即摆是伊对华中国所发表迄个宣言了后，伊不得不嘛去做出必要的中国的回应。即就变做讲，尤其你看着前一日，讲毋是非国民党的总统，就是伊落来了后的结局，即摆要经历通对战、通迫害的即个现状，大家会去意识到讲，佮有即摆是讲地方势力的迄个集中选举的迄个，搁要甲你，就是安怎讲，就是要来要搁稳住，要搁起来的迄个力量。比如讲，你大家意识到讲，就是台湾，你毋管讲，你即摆伫即个体制下，就是中华民国即个体制下，就算你拍拼用伊的建规则去拼，你拼到互你好头一摆摕到总统政权，到即摆就是2016年到呾，你讲互你全面执政，就是你共款就是你若是无去甲，就是你照伊建的规则，你摕到迄个所谓的赢。毋过你看见，你嘛是海互伊即个体制限制条的拍拍手，所以因为互即个体制限制条，所以你就爱，就是互伊牵拖着去面对对方的结果，就是变做是按照这个话，就是毋若讲为着要，咱无应该讲是，因为咱是一个无法人，咱是着拍，咱毋是讲为着对抗对方的中国去保护中华民国，咱是为着咱要对抗的中国，所以咱去意识到中华民国的问题。
当然，这是讲实在，这是意志诶，迄个面，这是好的面。啊，当然有时仔做出来代志，可能互人足歹去分别讲伊的检查是啥。就讲有人讲啊，你犯罪中华民国你就莫倒去。啊，佫就是咱佫有必要伫即个阶段，就是每一个着使用即个民进党即个工具。是，就是伫即个 game 内底，就是你要去，你要安怎去破解，这就是即种，就是咱爱去想，第一这非常难，对。变成安尼嘞。对啊，你讲安怎想？我听你听认真，安尼讲起来，其实感觉讲咱的会使做的因为面对的挑战真济，所以讲其实我感觉台湾会使赢过即个挑战，会使有诶一个厉害。啊，阮着到就是，因为我着到嘛是按变做讲，因为咱有讲着就是，即摆用串门去讲着，就是其实毋知呢，就是看串门的文稿内底，讲啥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啊，迄个正式文稿，啊，就是伊的名册的法文典源，就是伊敢若写台湾甲中国，就就是我毋知影讲，我无法度去要讲伊是哪一个想啥，啊，对我来讲，就是所有的政治体制有共款，迄个典源就代表台原人，就是讲理论上也是经爱透过迄个伊的观念是倒位来，是经过人类的手段，安尼就是讲实在就是伊感觉人民到底，伊就甲人打落地，所以咱永远无法，咱袂当，咱无应该去干那完全到中华民国台湾，这是啥？对，咱袂当安尼完全规划讲成错啊，就是无中华民国存在，有义共生，无中华民国，但是应该讲毋是无共生，也是根本无有义共生，嘛无中华民国，伊是安尼讲。所以变做讲，伊讲到底嘛是爱去熟悉人，就是变做人甲人之间，咱毋来讲去甲咱人吼有迄个意识人口做伙，咱去互搁较侪人有去意识到，伊即摆足惯势的状态。其实伊想着讲，一般人就啥人讲中华民国台湾叫惯势，咱搁互伊意识到伊遮尔惯势的物件是着无。啊，就变做透过你讲直接有政府办的方式，你是啥？对吧？变成因为即摆就是说，即个讲，即摆咱敢若会当甲民进党当做一种工具来去当做一个化解一个咱落来的状态，一个工具。而咱到底事关到倒位，效法度大到倒位啊？是讲咱如果有一天台湾是中华民国，甲中华民国扫去不是放时阵，若即个民有够白城是城对城时阵，嘛即出来问题就其实全部我要参选后一届到过。小宋来讲，伊就讲，好，我无要连任后一任，我要参选后一任台湾共和国的总统。送哦。有够迄个所在，对啊。你绝对着踏出一步去啊！爱安尼做着，爱有期待一种选举的模式，台湾人爱去想就是像迄个是这样，就是上只代是讲，迄什么是什么教育，什么教育，你就去找国际派来建立台湾宪法草。宪法草啊！我在想，我即摆咧想讲，串文名册发无，啥中华民国台湾安怎的时阵，啊全部会开啊，讲叫中华民国干台湾啊，中华民国干台湾啊，全部老话拢在讲这个时阵，对，干小松。咱即摆大家对中华民国即个意识就非常清楚，是毋是？还是讲即个讲啊，想想的，感觉讲嘛无一定爱靠中华民国，啊，就甲扫扫的挂的，就讲你跟我妈说你个，互恁中国你免行唔开，你就伫咧中国你个啥？真去啊！实际上金门妈祖上好老板，更加老，真袂使俩说。你无一定讲嘛，是讲主要是讲咱台湾咱主管要有真侪主管者，一个食的啦，想要食做家己的食的人就是主管者。伊伫咧家己的身份上，伊就讲无自我咧，啊是欠咱拄仔了早有讲，就是人甲人之间去互相该比出来，讲哦我看着你啊，啊了甲比出来了，去明白伊，了去承认伊，啊互相承认，其实就是我感觉讲人甲人之间，一个人对一个人是无相咱中间会使
目前拢无法度做，讲我无法度做一个更较好的一个为台湾的建设，为台湾的建国，无法度出困难，因为我毋是博士，我毋是法官，我毋是律师，扣甲，毋扣甲，我就是臭济台湾人，无操，臭济是人讲的，嘿啊，就臭济就使甲带去啥啦？所以臭济是过去啊，其实台湾较早无法度做是过去啊，即摆咱讲实在，咱有民主自由，咱有敢有去使用？讲实在，台湾即摆会使买，会使买。嘿啊，其实就变成讲，伊是讲，伊是用讲的，但实际上防做嘛，无爱防做啊。讲自由，政治自由嘛，阮介自由啊。安尼是。我想要想就是你讲着咱习惯到做，咱到做，从咱就是咱去从即咱的小做啥物，咱来。我想因为即个点是比较复杂的点嘛，然后我嘛讲，所以就变做讲，就是咱机台民众伊是某一种工具，即个工具要怎使用，就是你希望伊是讲主管方面，来讲本土议题方面，来讲无共社会议题方面，就是你一定拢有对伊不同态度，你希望达到偌。所以对来讲，最危险的部分就是，你看这工具你讲啥，就是不管这工具你讲是总统，还是讲民进党，还是啥物，你看这工具是连刀，对，嘛是你看这工具要讲啥，我讲袂使，你看这工具伊安怎使用，当然出啥，对来讲就是，就这样填出来，对最经典的讲就是填出来的。我讲你是填出来，应该是你应该是填出来的，你应该是讲你听伊讲这个话。会讲伊对中国讲完全对，伊讲即个做，对，伊甲伊即个作为，就是咱听伊者，咱毋是听伊讲，就是。即个人所讲的所有话。对啊，所以我无条件支持他，我很少看。对啊，伊咱你讲无条件反正超派去，就是你甲遐个支持我，就是挂迄种那个，我上次无挂，我就挂了那个，笑死我。你会知影讲，其实台湾人真自卑呢，无条件爱一个人。对啊，无条件拢无你爱就较惨死。嘿啊，就较惨命啊。真正是拢去死，莫拖伊去死，好无？我就惊。阮想要切啊，阮无想要去意会啊，中华民国阮无想要去甲你意会啊，你去使准去死啊！简单来讲就是，我最烦恼就是这样，我今日这两工袂有人骗，我就看着我无条件支持他们就。对，伊咱是去到呢，是咱毋通啦，大家爱顾一下家己的精神上的健康。对，啊，所以就是，对来讲就是，当然就是咱如果我咱做嘛是对，就是承认家己，就是讲也是讲咱做歹人，就是想要做一个好人，有个人来判断错误。哎呦，很重要诶！一点哎呀，就是看，就是像人拢会判断错误，但阮是天才哦，嘛毋是嘛，对啊，所以就是，我感觉就是咧看着迄个，你看遐个前辈写宣传会片串的，就你会当讲着，就是你感觉伊的意见是错误，伊的思考错误，你感觉伊做代志对台湾无帮助，就按就是你竟然是去一条会片讲，你是假独派。你是假大众，我讲即个是完全想超过他，第倒是对大众有害的，因为你互大众变做一个爱健康的人，就是永远做毋到代志人，才会当来。特别上冤枉的人，毋过这就是这就讲实在，这是拢是中国人的，因为上爱因为即种。冤人啊，冤人。道德上的冤。冤人。嘿啊，这大家拢做生，政治人物拢做生，就是咱的爱是会晓做代志的。对啊。就是讲。其实拢是讲，阮新欢是蔡英文总统，蔡英文总统有法度去赶紧讲，赶紧就伊是一个中华民国上悬的统领者，伊的这个身份拄啊好会使做一项代志，就是讲对不起台湾，阮完全对恁一点权利拢无。我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意识到这点，我非常感觉非常的自我。我应该看中华民国使准死。我即时阮就会尽量赔偿，甲阮所有欠台湾的拢平常心算好了，歹势阮真歹势，阮赶紧使。因为中华民国我真歹势。应该就是，但是对敢若即下度，安尼我感觉很像是这样。啊，当然，这是咧面嘛，就是咱无法度对伊假啦。啊，这来讲就是咱应该爱讲
安的角色，就是无国家的人国家的角色，会当变到做。咱无国家，所以咱会使有国家，对啊。会使有家己的新的国家。对啊。有人有真侪人问讲新国家，系啊，新国家的恶梦，新国家恶梦伫倒位？就是因为咱遮无国家，所以讲咱即摆国家无国家。偌侪人一世人有在了建国啊！你即摆换这个时代，多少人建国？没错啊。咱这个运动城，我也建国。这个运动城是全世界上，我感觉讲是嘛真好啊，真好一个所在。咱会使看到世界上侪即摆还搁咧动里面，要爱动卡塔隆尼啊。拜托你会想你历史课本去读遐历史，讲建国史，啊，讲你读遐行为安怎拄安怎，干你会当变做迄内底的迄人你会使想象你即摆咧online建国 online， 你内底就是讲我要台湾建国，我有一个名，建国 online， 销售的 hero。建国大中军烈爱国，都会在多排。对啊，你讲，对啊。骑车拢骑山顶讲拢真惨。骑拢真惨。警察伤细尾啊，拢会拍出。撒开的零的，撒开啊！拜托谁啊？刚刚。我饱了呀。我怕。所以其实听起其实对咱来讲，对即摆就是局势，咱就是讲实在啦，就是目前测，因为一定发生的代志就发生嘛。所以咱对咱来讲是避之前测，即一定发生的代志，佮有伊即摆造成的状况是啥？啊，即摆即个社会的人，迄个社会气氛甲因底的代志到底是啥？了后咱人前测即个局势，其实咱就来做咱应该爱做的代志。我对我来讲，这个是咱一定会惊吓，无可能无惊吓，就是因为有惊吓才有勇敢，咱是勇敢的台湾人，对无？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即摆即个局势，去讲伫咱即摆逐个拢诚烦恼的地方。啊，咱确实是应该烦恼，咱若无烦恼，咱真应该上辈。你若无感觉迄个应该是死啊。对啊，所以咱会烦恼是诚好，啊，重点就是爱去行动。咱即个无暗时代的理论，所以就是其实就会当相找啊。你若伫迄个台南就找用做去出代志，啊，你若是家人，你就去找做。啊，飞腾台北、台中去找迄个，阮飞腾台中分部，对，啊台区迄个区啊，对，啊嘛台北嘛会当来到飞腾，就小找啊，就是啊你若毋知影倒位，你嘛当来讲。对，就真正会台湾，其实讲实在无。徛出来啦，一定爱徛出来。一定爱你莫搁在写文章、写理论的，拢去死啦！讲写理论要创啥？你写理论要创啥？你招会着想出来，想徛出来啊！你看，就是写理论，对，我们用写的真就无效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写的人，你可能安尼想，啊，读的人无一定读入去安尼想。就甲你赞啊，啊了后咧。对啊，伊真正是迄个造成非常多，可能讲较侪个问题。迄个只是一个开始，迄个开始啊，你袂当停离开，你停开就真在做。有啥人足感谢啊！恁做真多，毋过无够，就是无够，绝对无够。咱要建国，袂使干那密起来，绝对无够。逐个拢爱行出来，会使做拢爱做。再搁行嘛，行出来才快。对。对啊，就再当搁看卖啊。钱出钱有啦出人，假货的口头请来，好嘛？打去。你要拍人家口头无影，我毋是迄个想。顺便讲想要分享啥物一个叫做我你讲想要分享啥物代志？对啊。为想要鼓励大家怎行动？安尼就，反正只要要家己做去啊，真正莫惊老别人，就是惊老家己啊。按怎存公掉嘛？每样就像你讲，就是讲应该爱真正莫搁伫咧办公内底网络顶块去熟悉啦，真正行出来，其实嘛就是团体是有用的。就想要甲不共款的规种，做一步的接触甲沟通，互相理解对方的想法是啥，所以对啊。因为我想着迄个想着我袂讲啥干。你这样免歹势啊，对啊，因为我当做忝的啊，因为是网络你讲当镜头啊，安尼当一个，啊
啊嘛免开啥物成本，对，当你敢教人投，啊，搁迄其实足侪拢是错的，对啊，所以阮来讲，就惊出来就忝就贫多，你换衫，你啊白出门，对，你惊我巴肚会枵，对啊，你啊开车是，然后写真粉对吧？对啊，就好。啊，毋过咱即摆会使真简单一寡想法上相像的朋友，毋过台湾，阮的台南，今仔日为台南。台南就是台湾。OK，耶，耶，台湾，多哩，耶，当到你来玩。 is 台南。啊，所以就是对咱来讲，就是因为差不多讲的这个就是专案对你身躯边做去就好啊。有当然啦，大家可能感觉是现在社会身躯边什么头尾较无熟，啊你就。我感觉上好的，你就开互一个目标，咱就是你手机啊斗 Pokemon Go， 啊用台语耍 Pokemon Go， 即马迄个台语学台语的网站，拢有 Pokemon 的迄个台语咧安怎念，顶关拢有。必须讲你有当时上好开始的时对，因为讲实在，你转入这个社会，你开喙讲人话，就人开始家己主动家己讲话，讲啥话？你怎么学台话？你敢是你讲等啦？奇怪。你若拄着迄种啊，你讲台语好好笑，你嘛毋免感觉因为伊听着。你就讲哈哈哈哈。伊就听着啊，代表伊咧讲你上台语，伊的电话内底就讲哦，有一个人咧讲台语，你就成功，你就成功啊！有人听着你讲台语，成功啊，达成啊。对啊。这就有加这个机会，就是我感觉大家上忝应该是甲人熟识，毋知要怎熟识，你无可能拄着一个人，甲人一个导演足水的，你就想要伊甲迄落甲熟识，对，啊，就是对这个我是讲这个歹势，包括哪歹势，毋知有啥物方式，讲台语就是一个方式。认真的啊，就是啥物人讲真正会主动来跟你熟识。对，阮行伫咧路的人讲，之前讲人讲伊是美国人，阮讲台语，讲阮要买即个，我要买即个，买一个，我买一包，我买一包云安尼，我买一包，我买无爱发票，安尼。啊，你是毋是日本人？无咱会讲台语，即摆。讲哦，讲，即摆变成讲，我会使变成这是我逐工拢会使做一个调查，就是一种去意识到台湾即摆。大部分的人咧受啥？会真好的，就是行出去，你身躯边的人，你问你啥物同温层？同温层爱温度计伫倒位？对，做代志，我感觉讲咱咧做，咱毋讲，因为用即个譬喻，用久了后，就是讲，就是讲正经有一个地方无种物件，无，啥物佫共大家人想的拢是大家人，无共款出发点。咱会使同齐来合作，毋是因为咱想的拢完全共款，是因为咱知影安怎透过互相合作去达成咱两个人相处问题啊。有一个人做袂到，咱想一点，就更较侪人做，一个人你就有效。是，好啊，所以咱就一直做这个论的，这是咱即马爱做的，就是日常哦。咱有真侪所在，其实北屯的人，我紧来熟悉，你就知影安怎归属的人，安怎去报？安怎用台语对生活，其实是概括难。而且就是我讲用台语就好，新的朋友。而且是熟悉，就是讲实在，因为在足人发现你讲台语，啊，毋过会甲你因为台语熟悉了后，就是迄个就是你搁较，你当伫人群当中搁较紧发现讲恁是有相共想法，某一个方面有相共想法的人。所以，哦对，所以今仔日一个结论就是安尼嘛。啊，我们上尾搁迄个工商时间，工商嘛，或者是后礼拜1月7号拜日，甲1月11号，就是1月7号是迄个阿庄，伊进前伫说台湾去啊去互掠去，啊，即个法律案件，政府赔偿案，啊，伫迄个1月11号，1月7号会早起9点半，伫大家欢迎。9點，早起9點伫大家欢迎。啊，另外就是拜五1月17號，1月11號無，1月11號拜五伫迄個下晡3點半，伫桃園的地方歡迎迄個嘛是開店，就是若有閒的人做回來。啊，你伫現場你就找到甲你共同人，應該是安尼啦。来看饮水周期。对啊，安尼你想我。人甲有时间有礼貌，我感觉。我咧用以前一定爱讲，就是讲出去拢有基本的，我感觉讲人甲有时间。什么礼貌？
上无礼貌就是我想讲就无礼貌。我迄个咧，毋是中华民国的嘛，就参照中华民国法律锁定定的原住民，敢咱讲的番啊，我是番啊，迄无共款。台湾政府才翻一堆。番，阮有饲一只番啊，给销售。嘿啊，我礼貌就对了。我讲礼貌是家己对家己礼貌，爱自我尊重。迄个礼是家己要求家己，迄就是你要求吧。毋是讲哦，我安尼做，这是有礼貌，符合中华民国意思，毋是我毋是这个意思。对家己啊，我是认真咧做，我有心，有心意的人就有礼貌，对家己有礼貌。是吧？我讲上课。安尼就袂去做一寡超过建国的友谊，定定会去下过，迄就变做讲其他，甚至讲真侪所在会变做讲，你们叫做代志，会变做讲你是艰苦。哇，所以咱就是讲你若稳定阿姨要家己教。就是讲你的真巧，毋过你的巧用伊这所在就是人会笑咱台湾，讲听生仔是爱袂做，就真侪即种，伊是一种台湾人，伊讲毋是所有台湾人，一寡人是安尼，啊人诶有一定人，毋通成做安尼的台湾人。啊，恁是人甲阮，就是讲甲阮有建议，啊，咱会使是协议，希望讲大家做这个运动，中间咱是来根据来建这个。欢喜就好。好啊，安尼咱今仔真欢喜，就是建国之下。豆浆，谢谢。豆浆包。谢谢豆你浆。你互迄个民雄人保遐。民雄。民雄，和民雄，是民雄，嘉义民雄。伊住民雄。系啊。我是埔子人。埔子人，蛮年轻哦。对啊，刚刚有。因为较早。来咧。较早会使交通无法度交通。是啊。我看到阮讲，大礼拜三开册，今仔日毋是拜五。对啊。爽。假如你对我讲的任何代志，我拢完全无任何感觉。好啊，咱搁有啥？咱拄老话看一摆，若无啥物安排，咱就今仔日就到遮。拢是现场的人咧回靠背。无拄则有时我无熟悉，伊讲伊看无人咧写啥物。有啊，有甲迄落啊，有甲会哦。有甲会讲。你若看无咱咧写啥物会，你会当就是去学迄个白话字。你看像这大家评互哦，有迄个拍影片互你啊嘛？你看，咱会当做啥？啊这安怎去入捌角色？啊，搁有这都想说的台人做啥？搁有这嘿，无国家的人独派。都派。对，啊，搁有即张是咱今仔日的迄个主题是黑暗时代的望，大概安尼。好。好。今日感谢大家，再会。后礼拜是运动大会。去看卖。舞蹈大会。销售大会。舞蹈，黑暗舞蹈大会。黑暗舞蹈大会。啥搁有啊？安尼是啥？等下。唔算相吧。再会。